中國人平均壽命已經去到78.2歲，但你知唔知好多老人家最後10年係點樣過呢？係病床上瞓住過。真正嘅長壽呢，唔係睇你有幾多歲命嘅，而係睇你能唔能夠自主生活，有尊嚴咁過每一日。你身邊一定有呢啲老人家，覺得小病小痛唔使睇醫生，煮餸越鹹越有味，做運動要同後生仔較勁。呢啲睇落冇乜所謂嘅習慣，其實正在一點一滴咁挖空你嘅身體。有研究發現，中國老人有7個改唔到嘅壞習慣，幾乎人人都有。點解呢？啲習慣咁傷身。首先係口味重嘅。味覺退化之後咧，好多老人家中意濃味，但係長期高鹽高糖會直接推高血壓同血糖嘅。第二係唔睇醫生，覺得係小事，但係好多大病咧都係由小病拖出嚟。第三係過度運動，以為做得越多越好，其實關節同心臟都頂唔順。仲有煙酒不離手，唔注重口腔衛生，成日生悶氣，中意理人閒事咧，啲本質上都係透支緊你嘅健康資本。真正健康長壽嘅老人家，其實有3個共同特質：心態平和、飲食均衡、積極參加社交活動。佢哋唔係活得最耐，而係活得最有質量同專業。係改變習慣唔容易，但係可以由最簡單嘅嘢入手，少啲放鹽，定期睇醫生，做適合自己年紀嘅運動，控制情緒，保持口腔清潔。從今日開始揀一個最容易改嘅習慣做起，可能係放少1茶匙鹽，可能係每日刷多1次牙。小改變會帶嚟大不同，健康長壽唔係靠運氣，係靠習慣。